由三公学合作举办2024荞麦创意烘焙竞赛，配合下午伫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来举行。主办单位农粮署南区分署特别邀请市府农业局长、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长、台南市糕饼工会会长，以及台湾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来担任评审。另外，现场还有20位的贵宾担任最佳人气奖的评委。这一次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林家宝理事主席呢，他就说想要提供给我们学生呢这个奖学金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农业部农粮署的指导单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官学活动，那企业呢可以做这个企业永续的一个社会责任实践。那也可以把这个很多的一个食农教育融入我们大专院校的一个课程。那同学呢，从大概去年已经准备了1年，就是把这个台湾在地的黄金荞麦融入我们的一些在地的食材，比如说这个玉井的芒果。那做成这个烘焙点心，那很多平民化的点心，像凤梨酥啦，或者是说蛋黄酥、司康，让大家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吃到这么可口的一个烘焙点心，而且呢，它又是很健康的一个烘焙点心。这届竞赛活动挑选12种的荞麦点心，有荞麦天使蛋糕、荞麦欧式乳酪面包，以及荞麦小泡芙丁。最后评审的结果出炉。冠军是荞麦天使蛋糕，奖金3万块，由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郑仲伟等6位学生来得到。而亚军是荞麦旺来酥，第3名荞麦坚果的米芳，而最佳人气奖则是荞麦小泡芙。主办单位表示，这届竞赛采用以自然栽培的种植，专程无用农药，品质优良的黄金荞麦，搭配在地农特产品。制作的荞麦烘焙产品，以少年人的创意卡数，打造金色新时代的荞麦点心，嘛，互专业的评审感觉特别的无同。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